这首歌来献上咱的儿乐。我的主，我心爱你，我的主，我靠无你，愿你听来听我，予我心多多爱你，我的主。我心爱你，我的主，我靠无你，愿你听来听我，予我心多多爱你，哦耶稣，我需要你。求你，愿你听来望着我，予我心全的属你。哦耶稣，我需要你。哦耶稣，我需要你，全的我完全属你。愿你听来望着我，予我心全的属你，我的主，我心爱你，主啊，我靠无你，我的手，我靠无你，主啊，愿你的听，即时来起暖。因我，予我心多多爱你，哦耶稣，我需要你，锻炼我，完全属你，愿你听来望着我。全的属你，是主啊！我要全然来属你，主愿这时较无你的同在，主啊！这时求你帮助阮，搁较亲近来亲近上帝你，主啊！求你予阮甲你建立一个好的关系，主啊！阮相信，阮的性命要真做来荣耀上帝你一个好的。气区，主啊，阮搁一遍将阮家己甲上帝的关系，向上帝你来恳求，求圣神来光照咱，互咱家己的罪来搁一遍向上帝来面前来认罪，求上帝的保护，搁是来洁净咱所犯的罪，互咱真做一个圣洁的人，咱做伙开声，为着咱甲上帝的关系，为着咱的罪向上帝来恳求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阮搁一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感谢你的慈爱甲恩典，因为你是阮的避难所，是阮的力量。当今日阮恳求上帝你，去帮助阮，会当较亲近上帝你。主啊，阮一面也来诚心来认罪悔改，希望上帝，阮知阮是有限的，阮是软正的。主啊，伫阮的生活当中，阮时常犯了过错。主啊，阮。有时阮无行伫你的道路顶面，主啊，阮承认阮的罪，无论伫阮的思想，无论阮的言语，还是阮的行为上，主啊，求你即时来赦免阮的过犯，主啊，求你即时用你的保护来洁净阮的心，求主来帮助阮每一天，我阮来咱透过祈祷读经来亲近上帝，主啊，求你赐予阮一个较无你的心，互阮会当伫你的言语当中得到智慧。互阮伫你的话语当中，求圣神来大大来充满阮，伫阮的心中来运行，来带领阮。主啊，求你，阮会当行伫你
伫你主义的道路顶面。这个时阵，咱为着咱教会一个的事工甲福音的宣告，来向上帝来恳求，咱也为着咱教会要迎接50周年的喜年，咱就一个的事工要来筹备，咱来求上帝帮助咱有更较侪的异象，来伫50喜年的时阵，向上帝来献祭。咱为着这事来向上帝来恳求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你使我阮福强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庭。主啊，互阮伫遮会当彼此分享家己的性命，有好的见证。主啊，你诚做阮的美良，求主你将你的疼甲恩典搁一遍降到伫阮的教会当中。主啊，你互阮会当伫你的疼来诚做一个合一的肢体，互阮会当诚做一个你恩典的见证。主啊，求你搁即时来保守阮教会所推动的事工，无论伫宣教，无论伫一个的事工顶面，拢有主你美好的计划。主啊，求你使阮有用智慧甲开力，互阮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伫主你的引带当中来行伫主你所欢喜，主你所欢喜的道路顶面。主啊，阮也将阮福强教会搁一遍仰望重视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迎接50喜年，求你引带阮教会行向美好的未来。愿阮每一个福强人，要伫信仰的道路顶面，阮搁较有力量，较有开力，互阮会当彼此来支持鼓励，互阮做伙为着教会来祝福祈祷。相信上帝的计划的确要充满伫咱的福强教会顶面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心爱你；主啊，我的心大大要来靠无你。我的主，我心爱你；我的主，我靠无你。愿你听来吸引我，互我心多多爱你。我耶稣，我需要你。我耶稣，我需要你，锻炼我，完全属你。愿你听。你听，来望着我，互我心全然属你。这条咱也为着咱教会青少年来祈祷。即摆青少年有一个有益，咱求上帝踮伫因心内做主，互因伫因成长的当中，拢有上帝对因。替因陪伴水的性命，咱为着咱提摩太牧区，因伫口碑教会在传宣，伫顶礼拜4到今仔日，咱求上帝掌管伫因的性命，掌管伫因规个整个顶面，拢有上帝的同在。咱也为着咱主日学夏令营伫后礼拜7月18到21，咱将因所有参与的学生、甲老师、甲辅导。伫各项的教育顶面，家事拢会当顺利。这是咱为着这个事，为着青少年来祈祷。祈拜上帝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阮搁一遍来到你施恩宝座前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阮要将夏令营每一个青少年来你上帝来恳求。主啊，求你赐予因有智慧，互因伫社会当中会当深深来入咱这个听甲真理。主啊，愿你圣神甲一半来充满因的心灵。拍开因的耳孔，主啊，求你互因听见你主你的声音，拍开
开因的目睭，互去看见上帝你美好的作为。主啊，其实也求你加添大大的力量，互因伫面对生活甲挑战当中，坚持因的瓦靠。求主你保守因伫营会顶面有一个心灵会当得到健康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因无为济离开一切的危险甲诱惑。求你互因伫因彼此的即个活动当中，建立好的友谊，彼此而且成长，互因的生活，互因的信仰甲生活，伫路上拢有因同做伴。主啊，阮也将阮主日学夏令营伫后礼拜要来举行，求上帝你伫营会经历做主。主啊，阮相信伊的生命要大大伫即个营会来更新来转化。主啊，求你特别保守参与营会，甲老师、甲辅导的顶面，赐予因有智慧甲耐心，因带教导这的青少年。主啊，愿这个营会成做因生命中信仰重要的一步。主啊，阮求你，互因会当较亲密来上帝你。这个时阵，咱也为着咱今日的聚会来向上帝来恳求，求上帝掌权伫咱今仔聚会顶面。无论咱的敬拜、咱的祈祷，无论咱牧师的讲道，拢有上帝大大的充满伫这个树顶面。咱为着咱今日的服侍者来恳求，求上帝，互咱伫服侍顶面，上帝有咱有够野的恩赐加能力。那为着咱所有的会友，会当有一个谦卑领受的心来受教导。咱为这个事，为着咱今仔聚会来献上祈祷。现在要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和慈爱。伫礼拜开始，我们向上帝你拍开阮的心门，求上帝你进入阮的心内。主啊，我们用谦卑的心，祈求你的同在甲带领。主啊，求你来保守阮兄弟姊妹伫路上，拢有主你的平安伫因的心上。主啊，你圣神的活水，搁一遍大大要来充满伫阮的会堂当中。主啊，你的话真做阮的帮赞，真做阮的祝福。主啊，伫阮今仔日的敬拜当中，主啊，我们大大经历你的疼，甲你的同在。主啊，你的心，主啊，互阮的心灵大大来得到满足。求主你祝福伫阮今仔日所有参与的事工顶面，互阮的服侍真做芳芳的节来献给上帝你。主啊，阮也为着阮今日来当伫这个敬拜当中，甲领受牧师的事实当中，谦卑来领受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阮，来鼓励阮，互阮每一天会当活出你上帝你美好的荣耀。天父上帝，我搁一遍将阮兄弟姊妹交代伫你手中。主你是全能的主上帝，你听阮，求你来垂听阮的恳求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邀请兄弟姊妹对咱的座位起立，咱做伙来唱。我的主，我心爱你，我的主，我靠无你，愿你听来听我，互我心多多爱你。我耶稣，我需要你，我耶稣。求你，愿你听来望着我，互我心全的想你。哦，耶稣，我需要你，锻炼我，完全想你。愿你听来望着我。
主啊，你是甘甜阮大儿女的上帝，阿门。哈利路亚。主，你是我的一切，你是我可的困难，你是我造就的宝贝，你是我的一切。你亲像开窗的宝贝，我着爱努力来找找，你是我的一切。你是我可的困难，你是我追求的宝贝，你是我的一切。你亲像开窗的宝贝，我着爱努力来找找，你是我的一切。主，你是我可的力量，你是我可的困难，你是我追求的宝贝，你是我的一切。你是我心中的宝贝，我着爱努力来找找，你是我的一切。耶稣，心有我，甘甜快乐。耶稣，心有我，甘甜快乐。耶稣心有我，耶稣心有我，甘甜快乐。耶稣心有我，甘甜快乐。你是我可的困难，你是我追求的宝贝，你是我的一切。你亲像开窗的宝贝，我着爱努力来找找，你是我的一切。耶稣心有我，哈利路亚，你是我大爱上帝。耶稣心有我，甘甜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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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你是甘甜阮大儿女的上帝。主啊，你是荣耀的君王，万美拢出伫你，属伫你，归乎你。主，你是大的君王，主啊，阮欢迎你来降临。有救的主宰耶稣，世界的主宰耶稣，万美拢出伫你，属伫你，归乎你。你是荣耀君王，有救的主宰耶稣，世界的主宰耶稣，万美拢出伫你，属伫你，归乎你。你是
开嘴，大大充满，稳定啊好，关合你家，目睭袂看，耳孔袂听，坐坐脚无看见你的形象，大大对嘴。心高举，你神家的名，求主拍开天窗，春雨落停止，原来行花欢迎君王降临。咱做来吟圣诗300。